今日咧好開心啊，係第27屆嘅陸運會啊！其實真係天公造美啊，因為真係頭先都講咗咧一波幾折嘅。原本係9月份咧就個陸運會啦，又打風就延期啦。到今日咧，其實都好擔心嘅。前2日咧，日日都落大雨，甚至乎紅雨啊！但係今日一起身，哇，冇晒雨，甚至乎咧放晴，而家更加咧陽光充沛添啊！咁所以咧真係天公造美啊，令到同學可以喺陸運會咧盡情發揮啦，係啦，亦都有一個美好嘅回憶。我琴日咧就同姚啟明老師咧嚟到即係運動場咧去視察嗰個環境啦。咁其實當時我都好擔心嘅，因為周圍都好多積水啦，咁都好驚咧就今日會做唔成嘅。因為其實我覺得咧，無論係同學啦、老師啦，我哋其實都期待咗好耐，希望可以咧成功地做到今次嘅陸運會。咁今朝咧見到有陽光出嚟啦，非常之開心啦！啲同學陸續翻嚟嘅時候咧，都見到佢哋笑容滿面啦。咁我希望大家盡情享受呢個陸運會啦，係將自己嘅喺運動上嘅能力啦，盡力發揮咯。好，各位同學，今日陸運會咧，天公造美，陽光普照，大家都精神奕奕，係為自己嘅比賽而付出，而啦啦隊同觀眾咧都好投入，大家嘅精神係好值得我哋欣賞嘅。咁期中試就嚟到啦，大家都同樣有體育精神、堅毅精神，繼續努力爭取佳績。加油，各位同學！好，各位圓圓嘅同學，今日係我哋第27屆嘅陸運會，咁我哋咧好唔容易咧就爭取到呢一個機會。咁當然啦，希望同學咧就喺呢一個嘅時間入邊努力去表現自己。我哋相信咧德智體群美，體育咧都係我哋圓圓咧好重視嘅一環啊！咁喺呢個體育嘅過程入邊，大家學習團結啦，學習合作啦，學習咧去衝破自己啦，突破自己啦，咁呢個咧係對你嘅人生咧好有幫助嘅。咁希望各位同學咧盡情享受今日嘅比賽，觀賽嘅同學亦都可以咧熱烈去投入，為你自己嘅社去打氣。好，咁咧今日陽光普照，係一個舉行陸運會嘅好好嘅時間，我哋盡情享受。好，咁啊，我哋今日有個陸運會舉行啦，順利舉行，咁就見到個陽光普照啦，都好曬添。咁見到啲同學都好期待今日嘅陸運會，咁就令到大家準備得準備咗好多嘅情況，就可以今日運用到出嚟啦。咁都希望同學咧將呢一份堅持，將呢份鬥心擺落去考試嗰度。嚟緊6月考試，跟住可以考到個美滿嘅成績啦。好，祝福過你，祝福大家 ，thank you。大家同學好啊！今日天氣好好，好難得咧，我哋可以一齊嚟到陸運會，見到大家都好開心，有得比賽，努力比賽啊！希望大家攞到獎牌。好，咁啊，希望各位同學咧，將今日陸運會係啦，你哋表現出嘅堅毅啊、努力啊，擺去2個禮拜之後嘅考試啊！希望2個禮拜之後嘅考試咧，大家同樣能夠獲到一個理想嘅成績。